这个问题同款嘛是误会，进前多网友去邀疑，讲警察伫咧南投南港工业区附近的路段，到真美手，互人无真足看袂超速翕相机，互一寡人惊体讲政府真爱钱，规气去抢较紧，落尾警察就赶紧出来赔货，讲因拍到嘛着枪，原来这一切拢是误会，乌龙射倒。这台翕相机原来是环保局用来监测空气品质的机器尔。路边这个看起来无啥物的箱仔内底，竟然有一台摄影机。经过驾驶皮带，就惊的油门大伤凶，会摕到罚单。更加有袂少网友咧海村，讲这种方式的测速翕相机伤过稳密，甚至口说敢讲是政府抢钱的新撇步。不过我较近咧看，才发现其实这是环保局的箱仔。环保局的观念来讲，它是要测空气污染，但是在警察来讲呢？这是有吓阻的作用。我被拍到的话，会觉得说，怎么这么可恶的政府是不是要抢钱？如果不超速，当然就不会被拍。袂少民众才知影，原来是母唔对，根本就唔是应装饰的测速翕相机。不过，就连南投县警察局拢出面来解释，这是环保局为着要调查空气污染问题来装饰的。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移动式的一个车变系统，上面写的字眼的部分，我们会再去做一个加强。原来一切拢是误会，民众会当放心。不过警方嘛强调，其实测速翕相机会伫咧囥的地点前100到300公尺的所在，就会来徛告示牌啊，嘛会囥伫咧路面较明显的所在。不过讲到底，就算测速的翕相机摆好摆济，对用路的人来讲，只要莫违规，拢会当甲伊当作是路边的装饰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